刷个这是丘曼哈尼，这个也是非常有名一个诗人吼，伊捌来应该是差不多2005年还是07年捌来台湾吼，去台北遐参加这个邀请来去参加台北世界台北时代这应该是捌来。在1974年哈。 其实需要写我的国家伫丘曼哈尼的心内底写，其实嘛是咧写一个案法事件吼，是咧写一个。我当即个我的国家，我当即家己放伫手盘底仔内底，放伫记录种族屠杀的册内底有万民种红标记的头人，互化学武器残害囡仔上。 我甲红愈平砖头，红面头吞血泉水，污染的土地，拢是世界拢是人情流散，甲有法度生育，藏伫记忆内底。我唱着我的国家，因为呢，人结点啊，我记牢一个互人袂记的国家。因为伫即个库德斯坦哦，伊是拢一直咧互。 迫害，所以因的诗人呢，足侪人拢是流亡去外口，伫国外，也你会感觉即个诗的意象就是无国家的人，伊国家是对的，伊的心挂在啊。国家就在我的手提袋里面，提着到处跑，全世界到处跑，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个国家，我们的人民被人家屠杀的一些证据，一些照片。 拿给全世界的人去看，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这首诗就是咧写这个，因为全世界啊，拢对这种屠杀事件拢结点点啊，当作无这回事啊。对伊拉克的控诉啊，海山的控诉啊，拢无人要插伊啊，拢无人要插布的啊。所以因流亡的诗人就是到处去演讲，到处去宣扬因的种族去用。 伊拉克海山屠杀的情况，就是安尼。这首诗就是咧写，一个诗人，伊的国家就是伫伊的手盘底仔内底，逐工就来世界行，咱就是咧介绍物件互人，阮的国家是安尼，阮的国家是安尼。其实足悲伤，非常悲伤。我咧想讲，如果咱台湾有一天是安尼时阵来。 啊，手嘛袂晓看咧，嘛是共款去共讲。一个库德斯坦的女军人哈，在什么故事？游击队来发射那个火箭筒。这是丘曼哈尼的一首诗哈，这首诗咧写讲我的囡仔。 我的囡仔，我听我的囡仔，伊咧讲话咧，伊咧讲啥？伊咧讲话吼，伊拢讲足冷淡的言语，但是伊咧库德里哦，讲啊足破。每摆咧，我对伊有意见的时阵哦，因就拢互相安慰讲，莫参妈妈，伊是库德啦。迄个奇怪，伫我的厝内底，我煞变做外国人。丘曼哈尼伊是流亡去英国，所以伊目前甲因翁是住伫英国。 所以，因的囡仔拢总是伫英国受教育的，所以因的囡仔讲到这，我心内总艰苦的。伫厝内底拢讲英语，你甲因讲库德语，因讲袂认得，讲看乱，伊感觉讲，莫插嘛，莫插妈妈，莫插爸爸，因是库德人，阮是英国人，阮拢讲英语，这是足悲伤。 我选这首诗，一方面嘛是，其实我厝内底这面嘛是安尼。我拢甲我的囡仔讲吼，恁一定爱讲台语啊！恁伫学校读册，恁北京囡仔讲你拢袂晓，但是恁转来厝就是爱讲台语啊。但是我的囡仔，因为你也知影就是讲，因为你的教育无按，你的教育内底吼，你教育内底老师咧上课的时阵哦。 无用台语讲的话吼，无用客语讲，无用原住民讲的话，你讲你的囡仔伫学校读册，
你讲伊等伊会晓讲，伊会讲吗？伊会讲你的母语吗？袂呢，伊绝对足笨蛋的嘛。因为你伫校内底拢讲即种，拢讲华语，拢讲北京语，拢讲惯势啊嘛。